意外就係意料之外，冇人想發生。技術性啲嚟講，就即係當事人避免唔到嘅意外，導致必要嘅醫療開支。攞個例子嚟講啊，小明今日出街，天雨路滑咧就仆親拗柴，好彩佢有一份意外保險。佢下一步要諗嘅咧，佢點樣去同保險公司證明呢一件事咧係純屬意外呢？好簡單，首先要做嘅就係揾醫生診斷，喺報告上面寫明呢次咬親純屬意外。如果有需要咧，轉介去物理治療作進一步嘅跟進，將所有嘅轉介信啦、收據啦或者報告啦，30日之內話俾你嘅 agent 聽，交晒所有收據，我哋就可以幫你作出賠償啦。所以成個賠償入邊最重要就係無論發生咩意外，先去揾醫生，同醫生解釋翻成個狀況，喺診斷證明書上面咧寫明呢一個係意外，咁咧理賠就會變得簡單好多啦。人一生咧要面對好多意外，其實咧未必每一單我哋都避免得到。假如係一啲同醫療相關，而你又有需要保障嘅話咧，不妨考慮下意外保險，分享俾你論盡嘅朋友，睇下佢哋有冇需要啊。